向來着衫兇狠、一身肌肉嘅歌手泰森 Uzi， 估唔到近日佢喺台北舉行首場簽唱會，現場竟然有女粉絲兇到佢。泰森 Uzi 透露，今次係佢首度喺香港以外地方搞簽唱會，加上天氣預報係大雨，令到佢好緊張，擔心天氣關係而令到場面冷清。好彩到場之後見到滿滿嘅歌迷，先係令佢放下心頭大石。現場除咗有粉絲之外，台灣歌手派偉俊亦都有專程到場支持。今次簽唱會，歌迷唔單止帶咗專輯同埋海報俾泰神簽名，現場仲有2位女粉絲要求泰神響佢哋個胸前面簽名，作風非常出位啊！事後泰神亦都響社交網貼文上面提到，台北簽唱會 done，great to see you guys， 簽咗超多專輯同埋海報，仲有2個胸部，仲有人推薦一堆番號俾佢睇，所以佢話錫晒你哋啊！另外簽唱會上面，泰神亦都表示自己早前喺香港學開中型貨車，結果考咗3次先至成功，但係學車嘅時候竟然被教車師傅誤以為佢係貨車工人，因為佢着住背心去學車，加上一身肌肉同埋紋身，對方問佢係咪趕住考牌去開工啊，令到佢啼笑皆非啊！